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咪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咪古生活周遭古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单字是什么吧。第一个单字呢是说话，说，我们都可以用 gilavaran，gilavaran。好 ，gilavaran 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小朋友一直讲话，你可以说 Maya gilavaran。好，但是在部落里面呢，如果要直接命令人家说不要讲话，闭嘴，好，或者是安静，夫妇通常就会直接用马里层，马里层。它有一种通常马里层出现的时候，就是妈妈已经不耐烦了，或是夫妇生气了，就是说现在在开会，马里层不要再讲话了，注意听。马里层就是不要说话，或者是命令人家安静，就会直接用马里层。那 gilavaran 呢，就是我们说话这个单字都可以用 gilavaran。好。接着呢，说还有另外一种族语的表达方式，可以用 givu 或者是 ivu。好 ，givu 是拉拉兰的口音，或者是有的部落会发歌的音，就是 givu。那如果你的部落呢，或者是你朋友的部落没有发歌，就会变 ivu。好，这个单字可以怎么用呢？如果呢，我们讲说常常说排湾族语，我们就可以说 Ru givu agen da benaiwanan。Ru givu agen da benaiwanan 就是我常说族语。那如果你要问一个人说，你常说排湾族语吗？你可以怎么问呢？好，很简单，就是我们之前教的，如果这个句子里面呢没有疑问词，你就可以把这句原本肯定句的说法在尾音的部分上扬，就会变成问句。刚刚说 Ru givu agen da benaiwanan 就是我常说族语嘛，那你要问人家就会变孙你，就是阿梗改成孙，就是我改成你。那 Ru givu孙da benaiwanan 好，尾音上扬就问说，你常说族语吗？你常说排湾族语呢？比如说你听到一个人他塞古达benaiwanan就是很会说族语，你就可以问他说 Ru givu da benaiwanan Ru givu孙da benaiwanan 就是你常说族语吗？塞古孙da benaiwanan 就是你常说族语吗？你的族语怎么很厉害？好，说族语呢，除了我们讲说 givu da benaiwanan，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叫直接用 benaiwanan 这个单字，就是说排湾族语。如果我们说族语的话，光讲排湾族语可以用 benaiwanan，或是 benaiwanan， 但是呢，如果讲 benaiwanan 就是benaiwanan改成 benaiwanan 就会是专讲说排湾族语。那如果没有说这个字，讲benaiwanan就是专指排湾族语，那我要讲变成动词说排湾族语就会变成benaiwanan。好，所以benaiwanan也可以照 Ru benaiwanan孙，就是你常说族语吗？ Ui Ru benaiwanan agen 就是我常说族语。好， benaiwanan 跟 benaiwanan 的差别。好，接着呢，在部落里面说族语怎么学最快呢？就是 machuchu 了。machuchu 就是一起，这个单字呢，就是有一种我觉得可以跟阿里很像，但是它就是特定指我们这群人一起做某件事。阿里就是呼朋引伴来做什么，走吧，一起啊，快点啊，阿里我们一起去吃饭。那 machuchu 就是指我们这一群人一起做某件事，就会用 machuchu 了。好，那我们天天一起玩耍可以怎么说呢？Lemida 打嘎岛是天天或是每天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天一起玩，我们天天一起吃饭，我们天天一起走路去上学，都可以用 Lemida 打嘎岛。好 ，Lemida 打嘎岛就是天天。那我们呢，在这里用阿门。Lemida 打嘎岛阿门就是我们天天一起做什么事情呢？阿马球球阿吉旺阿旺。马球球阿吉旺阿旺就是一起玩耍，一起去玩。
好，这里的给玩啊玩呢，就是玩耍的意思，所以一起去玩可以说马球球啊给玩啊玩。那如果你说，哎，这个好朋友是我们天天一起去玩的好朋友，你可以说我们天天一起去玩耍，叫做连米达达嘎到阿门啊马球球啊给玩啊玩。啊，在这里呢有一种联系词的感觉，就是所以常常讲主语的时候就听到啊什么啊什么。好，连米达达嘎到阿门就是我们天天做什么嘛？球球啊，给玩啊玩，我们天天一起玩耍。那进阶一点呢，我们来造一个句子。如果我们天天一起学排湾族语，可以怎么说呢？学习还记得吗？叫做给嘟噜。学习排湾族语叫做给嘟噜达比奈瓦南。所以我们天天一起学排湾族语，试试看哦。列宾达达嘎到阿门啊，给嘟噜达比奈瓦南。列米达达嘎到阿门啊，给嘟噜达比奈瓦南。我们已经一起学习族语给嘟噜达比奈瓦南有12集喽，这也是我们第1季的最后1集。希望今天的族语也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会喜欢。马萨鲁阿拉瓦茨，拜拜。